心房颤动电烧手术对心率的控制与心脏衰竭提供很好的治疗方式，但过去的心导管消融手术，不管是射频烧灼或者冷冻球囊的消融，因为手术时间长，不管是热能或者冷凝，会影响到肺静脉或者心脏周边组织。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奇美医院特别引进脉冲场消融电烧，不但提升心房颤动电烧手术的安全性，而且也大大缩短手术的时间。心房颤动电烧有从年纪轻到年纪大都有可能发生，但它大部分是一个老化性疾病所以它随着年龄老化，它就会有一定的比例会发生1到2%，那年纪更大当然更高。那当然在年纪大的话，它就会考虑很多像是需不需要全身麻醉或者是它对于周边的组织的伤害多少，时间的手术时间因为我们用那个以前传统热能电烧，可能要加上全麻，可能要到3-4个小时的电烧时间，那才能做得很完整。那冷冻电烧可能会缩短到1.5到2小时，那脉冲场电烧有可能再缩短30分钟所以这样对病人来讲，在手术的时间的减少来说是更理想。那心房颤动电烧其实它不外乎产生中风或心脏衰竭，或未来那个传导系统的变差需要节律器，那种造成心脏衰竭，缩短手术的时间会对病人的一个安全性会大幅的提升。核爆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电磁波的这个消磁的这种效果，那它等于是把这一个心房震动这种不正常的电气变化呢，把它化而无形，但是对心脏组织呢没有实质上的影响，这也是科技的进步。那么因为呢这是一个时代，那么医疗科技的大进步，所以奇美医院呢在这个心律不整的消融电烧手术上，我们就打算引进这个最新的技术。奇美医院心脏血管内科医师李维杰表示，其实脉冲场消融电烧手术并没有年纪的限制，完全以病人的需求为主。如果有反复心律不整、心脏功能下降，都能够考虑，避免越烧越多对心脏不好，而且对心脏衰竭及后续生活品质的控制也能够提升。记者林根台南报道。